美孚寶輪街1號萬芳村粵菜館飲茶。港鐵美孚站尾出口出站後向前行，去到街口過馬路，過馬路後向前行，去到交通燈位過馬路，過馬路後轉右向前行，去到商場入口，入商場轉左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7點至11點，下午茶1點半到4點，點心小點20蚊，中點25蚊，大點29蚊，特點33蚊，精點39蚊。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8蚊，全日免加1。早茶點心14個8起。孖寶38蚊。早茶醒神孖寶38蚊，山竹牛肉球，牛肉有4件，馬蹄爽口，牛肉幾好。香菇棉花雞有2條芋頭，1件冬菇，雞同魚肚各3件，冬菇同芋頭好食，雞正常，魚肚比較淡。鳳爪排骨飯18個8，外觀唔錯，味道正常，中規中矩。下午茶點心19蚊起。孖寶38蚊。下午茶優惠孖寶38蚊，香西牛肉腸，腸粉正常，牛肉多筋，一般。荷香珍珠雞味道 OK， 糯米再淋少少會好食啲。龍蝦湯鮮竹卷，湯有粟米味，好味。鮮竹卷餡料比較少。煎釀雙寶有茄子同尖椒各2件，炸得剛剛好，魚肉彈牙，茄子好食，尖椒有少少辣，整體唔錯。早茶埋單73蚊，下午茶埋單92蚊。